台中市政府开超过15亿，伫南屯起一座国际级的骹球园区，到时阵唔但会当来承办着国际比赛，阁会当带动骹球的文化。 更牛慢慢的吊悬，代表工程正式进入主体阶段。台中市政府大出手，开15亿2000万，伫南屯打造全台头一座国际骹球运动休闲园区。将来是一个具有国际赛事的一个标准球场，将来可以容纳将近6000席的这样固定席次的一个观众，可以供他来欣赏我们这样的一个足球赛事。园区我高铁台中站加新市镇生态公园，这个规划包括有11人座主赛场、练习场，甲2座5人座骹球场。园区的设计结合绿建筑、智慧建筑标章、甲生态检核机制等等，并且以社门规则为外观的概念，动感集中。地方的这些球队，大家都一直认为台中要有一个国际标准的比赛场地，我们离梦想剩下一点点距离啊。 运动局表示，讲园区符合亚洲骹球联盟的标准，未来就当举办国际级的比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